謝各位嘉賓，多謝各位今日係抽出寶貴嘅時間參加我哋嘅婚禮。50年前係結婚，但係冇辦過婚禮，因為當年經濟環境非常差，兩個都係工廠做工。結婚之後，我太太是女宿舍，我本人是男宿舍。點解要咁樣啊？因為唔捨得離開大家嗰個服務嘅對象。我而家要念一首詩，春天來了，風兒跑啊跑，向大家報告好消息。春天來了，春天來了，花兒踏到枝頭上，急得大聲叫，春天在哪裏？春天在哪裏？花兒不知道自己就是春天。多謝。喺度咧，我藉住咧我個侄仔咧，就送俾我爸爸同媽媽，即係佢哋嘅爺爺同嫲嫲咧，就希望佢哋嘅人生咧，就好似春天一樣咧，就係有一個美麗同埋燦爛嘅人生。